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52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8天。根据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乌克兰部队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领土上活动，并坚守阵地。在别尔格莱德地区，部队已经推进并扩大了我们的控制区。但是根据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似乎不一样。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见了，也就是召见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格拉西莫夫大将。格拉西莫夫向普京汇报特别行动区形势对俄罗斯有利。此外格拉西莫夫表示，俄武装部队解放了库尔斯克地区 99.5% 的领土，并阻止了敌人向别尔格莱德地区渗透。说乌军当初占领了1200多平方公里的库尔斯克领土，基本上已经全部解放。这是格拉西莫夫向普京的汇报。那么普京宣布，俄罗斯自4月19日莫斯科时间18时起至4月21日莫斯科时间临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也就是停火30个小时，并且普京还强调，俄军必须对基辅可能违反复活节停火协议做好准备，并有义务袭击做出回应。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复活节休战。普京表示，停火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出于对乌克兰方面能采取同样举措的希望。普京还表示，俄方的停火行为将能够检验乌克兰方面对于停火的诚意，以及是否有遵守停火的能力，以及参加和平谈判和消除乌克兰危机最初根源的意愿和能力。简单点说，就是普京他自己出了个题目，宣布复活节休战30个小时，以此来考验你乌克兰方面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意愿停火停战，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意愿进行和谈。这个是俄罗斯人的阴谋诡计。首先说是这个格拉西莫夫显然又是忽悠普京，大家还记得吧？去年8月6号，乌军突然袭击库尔斯克，势如破竹，突破库尔斯克防线，一下就占领了苏贾。结果第二天，普京召开会议这个格拉西莫夫说，乌军是以小股部队进入库尔斯克，已经被俄军给打回去了，大家还记得吧？那怎么格拉西莫夫好意思现在又说我们夺回了 99.5% 的领土？早在去年8月8号就已经把乌军赶回去了，怎么今天又夺回 99.5% 的领土？这个普京就在1个多月前，是不是跟特朗普两还一唱一和，说在库尔斯克包围了6000名乌军，还是1万名乌军？特朗普说，你这个俄军希望你们手下留情。这个普京马上就蹬鼻子上脸，你说他胖，他马上就喘上了，说乌军缴枪不杀。现在1个多月过去了，乌军的俘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俘虏了人家，那你把人看一看，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如果死了，把尸体找出来。这个一会儿6000，一会儿1万，被包围了，要围歼全歼，没下文了。今天又说把乌军已经彻底赶出库尔斯克了，这个就没什么，说明普京这边特别想，一方面就是想停火，为自己停火找借口，也就是说库尔斯克乌军已经赶走了，别尔格莱德，你看格拉西莫夫说把别尔格莱德的乌军也赶走了，阻止了乌军的渗透嘛。接下来就是普京如果要和谈也行，就这么个逻辑。昨天因为卢比奥说了嘛，如果俄乌双方在短期内没有达成这种停火这种关键的步骤，或者是有停火这种希望，那美国就不打算斡旋了，美国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我昨天节目就说了，普京一定会抓着特朗普不放，给他戴高帽子。那这个时候特朗普要撒手，那哪行呢？对吧？特朗普还得帮忙啊，就特朗普这个资源，普京还没有吃干榨尽呢，还可以利用特朗普来帮俄罗斯达到目的。所以你看，普京突然抛出一个停火30小时，说我这个是为了试一下乌克兰泽连斯基他有没有停火的意愿，有没有停火的能力。如果说你看停不下来，那都是乌克兰的问题。所以说普京实际上就是在挖坑。泽连斯基对普京的这个停火协议复活节休战做了正面回应。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频道上回应普京宣布复活节休战的倡议，他说总司令谢尔斯基刚刚汇报，今天我们部队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活动，并坚守阵地，我军在别尔格莱德地区不断推进，扩大了控制区。而关于普京下一步玩弄人民生命的举动，乌克兰全境已经发出了空袭警报。下午5点15分，我们在上空发现俄罗斯攻击无人机，乌克兰防空和航空兵已经开始防御工作。我们的天空中神风无人机是普京对复活节和人民生活的真实态度。也就是泽连斯基说，这普京一面说复活节休战30小时，一面往乌克兰派出这种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轰炸，在乌克兰上空已经拉响警报了。这就是普京所谓的复活节休战，说一套做一套。大家还
记得吧？去年这个普京宣布圣诞节停火，大家有印象吗？俄乌双方圣诞节那天停火，结果普京照样往乌克兰扔导弹进行轰炸。俄罗斯人连签好的协议都能撕毁，什么口头的停火不就是扯淡吗？纯粹是为了忽悠糊弄特朗普。我们再看这个乌军最近在打击克里米亚军用机场。近日，乌军展开大胆突袭行动，目标直指克里米亚地区。在此次行动中，乌军用12枚导弹精准命中战科伊机场、俄军机场，刹那间机场内6处燃起熊熊大火，现场一片狼藉。此次袭击给俄军带来的损失极为惨重，首当其冲的便是防空系统。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后任总理梅尔茨5月份上任，他已经说了，只要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同意，他就要给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而且要求就是轰炸克里米亚大桥。那么要炸克里米亚大桥，你先得把克里米亚的这些防空系统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打击，摧毁他们的防空系统。你看，乌军现在做的就是这。乌军的导弹攻击致俄军2个 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导弹发射车被摧毁，一台远程相控阵雷达受到损伤。S-400防空导弹系统堪称俄军防空体系中的王牌装备，具备强大的防空能力，能够对多种空中目标进行有效拦截。然而，在乌军此次凌厉的导弹突袭下，俄军防空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让俄军陷入被动防御困境。除了这个防空系统受损，俄军机场内的飞机也未能幸免。尽管目前尚未有确切消息表明飞机的损失数量，但从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惨烈景象不难判断，部分战机很可能在爆炸和大火中被严重损坏，甚至直接报废。也就是乌军现在有计划的在打击克里米亚的俄军，为后面轰炸克里米亚大桥在做准备。这个乌军还在赫尔松州这个被俄军占领的叫奥利什基镇，乌克兰出动空军 F-16战机摧毁了俄军藏匿于一栋建筑内的指挥所，该目标遭到乌空军精准打击。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战线，也就是红军村4月17日，俄军大规模进攻中，乌克兰军队成功击退俄方2个满编联队以及装甲车、摩托车与炮兵部队的联合攻势。此役造成俄军229人死亡，34人负伤，摧毁24辆装甲车、99辆摩托车以及2辆汽车。该进攻最终被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叫切尔沃纳卡利纳第14作战旅、第117机械化旅、第38海军陆战旅等部队联合阻击，也就是俄军在组织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中遭遇惨败。这是战场的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现在俄乌会谈、俄乌停火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到了一个分水岭，万前一步说明就是一片坦途，往后一步就是深渊。因为昨天卢比奥说了，如果在这2天看不到诚意，那么美国就要撂挑子了。昨天我还说了，这恐怕是卢比奥本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特朗普，因为卢比奥是被边缘化的。但是今天特朗普自己出来声明了，看样子不是卢比奥的意见，而是特朗普本人的意见。特朗普回应卢比奥称，美国必须在几天内敲定俄乌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黎与欧洲及乌克兰官员会谈后表示，若未来几天内俄乌和平谈判任无进展，美国将退出斡旋。特朗普随后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称，支持这一立场，强调美国不会无限期参与无结果的谈判。如果一方让事情变得困难，我们会说你们蠢，然后退出。大家可以看视频。Secretary Rubio said that the U.S. will have to figure out whether a deal can be done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n a matter of days, or you will just move on. Yeah, very short. How many days is that? No specific number of days, but quickly. We want to get it done.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people dying. We're talking about over there people are dying also, like on average 2,500 young people, soldiers. They're not from America. They're not from anywhere else other than Ukraine and Russia. But we want to save these lives. So it's 2,500 a week are being killed in battle. It's a vicious battle with the best equipment, the best everything, and it is brutal. 2,500 young people a week. Some of them not so young, actually. They're getting older. They're getting older by the month. But 2,500 a week, and we're going to get it stopped ideally. Now, if for some reason one of the two parties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we're just going to say you're foolish, you're fools, you're horrible people, and we're going to just take a pass. But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do that. And Marco is right in saying we want to see it end. Think of it. Every day, a lot of people are being killed. As we talk about,
as they play games. So we're not gonna take that, and we'll see. I think we have a good chanc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however. Are you prepared to walk away completely from these efforts and these talks?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that, but we want to see it end. We want to see it end, yeah. Is Vladimir Putin stalling, in your view, Mr. President? I hope not. I'm going to let you know about that soon if he is, but I hope not. He's got a big force out there, big force.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f I was president. That's a war, and it didn't happen for 4 years. Tha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October 7th, Israel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ran was broke, and now we'll see what happens with Iran. We have a lot of them out there.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we're working on right now that shouldn't have happened. None of it. Ukraine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ith Russia. October 7th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so you wouldn't have had all the problem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fghanistan embarrassment, probably the most embarrassing da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nflation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By the way, prices are down. Groceries are down. Eggs, which you hit me so hard, I'll never forget the first week in office, they were screaming at me about eggs. I said, what's going on with eggs? They were doubling and tripling. I said, I just got here. They were up like double, triple, and you couldn't get any. They said, you won't have eggs for Easter. Well, you can have all the eggs you want. I'll tell you, Brooke Rollins,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 did a great job. And the egg prices are down 87%. But nobody talks about that. You can have all the eggs you want. We have too many eggs. In fact, if anything, the prices are getting too low. Mr. President, so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prices are down. Gasoline yesterday in 3 states hit $1.98 a gallon. And it looks like it's at a level that it hasn't seen since my days, my 4 years. So it's about I'd say mayb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averaging $2.25 very soon. So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ough, because I keep hearing about prices and inflation. Prices are coming down, not going up. Only the fake news says they're going up. The only thing that's even are interest rates. And if we had a Fed chairman that understood what he was doing, interest rates would be coming down too. He should bring them down. Yeah, please.特朗普还是那一道贯口，就一切责任在拜登，这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特朗普的战争。也就是我特朗普的到来，这个战争出现了转机。如果我是当总统，这4年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战争，就是那一套又背一遍。但一切责任都是拜登，一切成绩归特朗普。人们往往只看到困难，这困难本来是拜登造成的，我解决了，人们也看不见，好处没人表扬。特朗普就这一套，没关系，大家习惯就好了。最近美国的媒体也在放风，说美国正在考虑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就为了拉拢俄罗斯来谈判，稳住俄罗斯，实现停火。美国准备承认克里米亚是归俄罗斯了。目前全球有几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好像不多，也朝鲜、白俄罗斯，反正就4、5个国家。现在照这么说，要增加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他这么说的啊，这是综合路透社和国际文传电讯社4月19日消息啊，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框架内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这一消息是由彭博社消息人士透露的。此人指出，美国准备在莫斯科与基辅之间的和平协议框架内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合法控制权。当然，此人也强调，华盛顿在这一问题上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1副主席叫阿列克谢·切帕对俄新网表示啊，预计美国将承认克里米亚，但克里米亚的地位将与卢甘斯克、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位分开考虑。他认为这4个新地区的加入将被纳入关于乌克兰的新协议中。莫斯科时报引述彭博社的分析称，此举可能会破坏现有国际法准则，包括禁止夺取领土的规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表示，基辅不会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做出让步。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拒绝就可能承认俄罗斯吞并的细节发表评论。白宫和美国国务院代表也没有回应该机构的置评请求。
求。彭博社的另外一位消息来源还解释称，美国的这一设想仍需要与基辅方面进行讨论。根据彭博社相关报道，美国在与欧洲盟友接触期间提出过承认克里米亚归俄罗斯的这个设想，既可以整体上冻结俄乌之间的前线。此外，华盛顿在这些接触中也重申自己仍然认为不可能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我认为这个纯粹有媒体在放风，在试探。特朗普跟卢比奥说这样的话，未来几天如果看不到希望，他们就停止斡旋，就准备撂挑子。实际上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和谈这个不可能有几种情况啊。即便是特朗普这种人，他恐怕也接受不了普京的要求、普京的条件，所以他沮丧了。他一再退让，一再满足普京，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满足普京的胃口，所以他很沮丧。另外一方面，恐怕他跟欧洲这些国家交往中发现，欧洲这些国家要求也很多，也不会轻易让步。你比如说，这不要解除俄罗斯的制裁吗？你要解除俄罗斯制裁，那得欧盟同意，人欧盟在制裁俄罗斯啊，人欧盟不买俄罗斯的油、天然气，那你特朗普你还能逼欧盟去买什么？所以这欧盟人家不配合，你美国跟俄罗斯两人聊得开心，解除制裁有什么用呢？俄罗斯买美国的石油，美国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人家买着玩儿。所以欧盟人家有人家的需求，人家也不会配合。那乌克兰就更别说了，无论你美国怎么选择，美国即便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人乌克兰也不承认呢。乌克兰泽连斯基敢承认吗？大家记住了，克里米亚可不是在泽连斯基手上丢的。他如果这个时候把这协议一签，那好了，那就是他卖股，他不是有病吗？本来这克里米亚是对吧？2014年那时候泽连斯基还不是总统，那个时候就丢了。他现在签字确认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以前节目说过了，对欧洲来说啊，宁愿陆地上什么扎波罗热、什么卢甘斯克、顿涅茨克那些地方不要，他们也要克里米亚，他们要把俄罗斯从黑海赶走，要堵回去。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一开始就在帮乌克兰搞他的海军，搞他的无人艇，搞他的海洋宝贝，把黑海舰队不知道打哪儿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来封锁波罗什海峡，他不让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的几艘军舰到黑海。这为什么土耳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表明立场，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即便说俄乌达成协议，土耳其也不承认。土耳其认为你只要克里米亚没有回归到乌克兰，你们就是在战争状态，那他就有权利封锁波罗什海峡。那土耳其人家就这么尿性。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媒体放这个风也仅仅是放风，可以理解成特朗普是知难而退，他知道解决不了了。美国的共和党议员视察乌克兰前线，共和党议员叫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这家伙很厉害，跑到乌克兰前线视察去了。他是共和党的众议员，跑到乌克兰前线视察完之后，他给俄罗斯的普京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以实力求和平。这就是泽连斯基为什么非要邀请特朗普到乌克兰访问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到前线看一看，你到乌克兰看一看，你看完之后再做决定。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跑到乌克兰一看，对吧？立马给普京发了一张明信片，恐吓他实力求和平。那个特朗普的牧师也到基辅访问了，到了基辅布查什么几个地方一走一看，回去立马呼吁要援助乌克兰是美国优先事项，帮乌克兰打赢这场仗。所以特朗普以及他这个小集团应该到基辅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有马斯克不能以害怕流血，以减少伤亡、减少无辜的人牺牲，以这个为借口来这个逼乌克兰领土换和平，这个是个假象。这种和平不会长久，这种和平只会招致更大的流血，这是一种虚假的和平。表面上看现在是挺火了，但是3-5年以后会爆发一场更大的卷入更多的国家的一场战争，那时候死的人恐怕就是成几十倍的增加。俄乌冲突是21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危机，它不仅重塑国际秩序，更成为检验人性的试金石。在这场持续至今的冲突中，人们的态度分野深刻地揭示价值取向和道德底色。珍惜那些站在乌克兰一边的人，选择支持乌克兰的人，往往展现出更为可贵的品质。这些品质同样体现在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支持乌克兰还是支持俄罗斯，你就完全可以看清一个人的品质。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首先体现的是对国际法和基本道义的尊重。当俄罗斯以特别军事行动为名跨越国境时，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军事行动，国际社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是默许强权政治还是捍卫主权原则。尤其当普京在乌克兰搞什么公投，把乌东4个州强行划入俄罗斯，历史上一幕一幕再一次重演，对吧？俄罗斯对他周边的国家这么多年的伤害这一幕居然在21世纪再一次上演。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俄罗斯，他们都忘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
祖先、自己的前辈就这么被苏俄、被沙皇、被俄罗斯蹂躏、强暴，他已经忘了。然后他也指责乌克兰，你怎么能反抗呢？你应该随了他呀！你们都说俄语，你们曾经都是一个国家，找出各种理由。而那些选择支持乌克兰的人，展现出清晰的道德判断力，他们坚信乌克兰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无论国家大小、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同等的尊重。所以这种原则性在日常生活中同样珍贵。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道德困境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群，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更强的诚信度和责任感。那些在俄乌冲突中坚持正义立场的人，往往也是工作中值得信赖的同事，朋友中言行一致的伙伴。反过来说，我们这个你从正面说不好说，那我们反过来说，支持俄罗斯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言行不一，口是心非。以加州老师为例，这不就典型例子吗？满嘴的国家，满嘴的什么正能量，自己呢想方设法偷税漏税，这是活生生例子，这是头部黄鹅，满嘴的爱国。实际上呢，真正支持乌克兰的人，其出发点是对普通民众苦难的深切共情。支持乌克兰的人们能够通过政治博弈看到布查惨案中无辜受害的平民，马里乌波尔剧院被炸的妇孺，哈尔科夫街头破碎的家庭。心理学家布鲁诺·塞萨尔指出，对远方苦难的共情能力与日常生活中人际敏感度呈正相关。那些能为乌克兰平民揪心的人，通常也更理解身边的人困境，更愿意伸出援手。相反，将战争简单归结为地缘博弈的冷漠视角，往往折射出人际交往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在信息战愈演愈烈的当下，坚持支持乌克兰需要极强的信息甄别能力。面对各方精心编织的叙事，真正支持者会交叉验证信源，区分新闻与宣传。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显示说，这类人群通常具备更高的认知反思能力，即能够抑制直觉反应，进行深度思考。这种思维品质在信息爆炸时代尤为珍贵。在工作中，他们更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在人际交往中，他们更少陷入无谓的争执；面对重大决策时，他们更能平衡情感与理性。值得关注的是，确实存在部分支持俄罗斯的言论源于某些认知偏差，例如强权崇拜、阴谋论思维或选择性关注。这些思维模式如果带入日常生活中，容易导致人际关系中的偏执与极端。俄乌冲突终将会结束，但人性中闪现的光辉或阴暗会长久存在。那些在黑暗时刻能够坚守道义、保持共情、独立思考的人们，不仅在历史的大是大非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更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无数小考中也交上令人尊敬的答卷。珍惜身边这样的朋友，不仅是政治立场的共鸣，更是对优秀品质的珍视。俄乌冲突爆发3年以来，咱们这个频道每天都有一期俄乌的节目，咱们从一开始一直坚持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我们的网友，咱们这个频道的观众，绝大部分都是支持乌克兰、支持正义。当然只有极个别的，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要么是慕强心理，要么是认知障碍，要么是所谓的下大棋，要么是仅仅出于反美等等，所以他们诋毁乌克兰的反抗侵略这种正义行动。他们忘了自己的先辈反抗日寇的侵略，对吧？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打了14年，最终迎来胜利，他们已经忘了。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头部黄鹅所支持的俄罗斯是什么样一个俄罗斯。这最近泽连斯基不是说他有证据表明大国在帮俄罗斯生产武器，在给俄罗斯提供火药，也就是说给俄罗斯提供一些军事方面的元器件、原料，应该这么说，他有证据。这泽连斯基最近老是说这个，但是他并没有把证据拿出来，而且他已经制裁了几个公司。这边泽连斯基刚才说这个事情还没拿出证据，结果俄罗斯马上跳出来。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8号发了一个微博，他的微博标题是大国愿意向俄罗斯供应各种电子工业产品，这是他的标题。当然里面内容写的跟这也没关系，内容写的是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4月18日早，俄罗军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无人机关键生产设施及军用机场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发布4月12日至18日战报中称，今日早上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无人机关键生产平台和军用机场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打击目的达成，所有预定设施均被命中。你看他这个内容跟他的标
标题完全不搭嘎。标题是俄军发射这个无人机和高精度的武器打击乌克兰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标题说大国愿意向俄罗斯供应各种电子工业产品，那给人感觉他这移花接木，给人感觉好像俄罗斯用来打击乌克兰的那些什么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都是大国卖的电子工业产品。这边泽连斯基敢指控大国还在这自证清白的，还是说你凭空无人清白？你那边俄罗斯马上承认说是有这回事，你说这叫什么事？俄罗斯马上跳出来说有这回事，也就是这个我们先不说泽连斯基乌克兰，就说俄爹处心积虑的要把大国拖下水，没安好心呢。这可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干的事，这不是自媒体啊。如果自媒体那都无所谓。这个事情我现在推测，我没有证据，我只是个人感觉推测，很有可能是大国的公司把一些电子元器件确实卖到俄罗斯，那俄罗斯把它用在这个武器上面，那我只能这么推测。这就和那个雇佣兵一样，都属于个人行为，不是政府有组织的。如果乌克兰真的有证据，那接下来大国恐怕在这块也要整顿。大家还记得无人机出口的事情吗？不就是因为投诉太多了吗？无人机开始出口进行限制一样的。现在电子工业品出口恐怕也要进行限制。你比如说，我对军工这块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红外测距、什么光感、什么遥控等等，就这种元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可能用到无人机是高精度武器上面。但这些东西恐怕在国内也很容易买到，很多厂都能加工。我想恐怕要不了1个星期，又要出台一些措施了，就这些东西不能出口，什么标准的、什么精度的出口，必须要追溯东西到哪儿去了。就像那无人机一样，无人机不是那个功率多大的、飞多远的，对吧？都有限制。这个我想过几天恐怕就知道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